那讲到日本的富士山，一般来讲，当年的10月份，山顶就会当看到白色的雪。不过现此时已经11月啊，富士山的山顶也无看雪，而且已经打破130年来的纪录。不过看热带地区的夏威夷，因海拔上悬的摩纳基火山，现此时煞是咧落雪。 真侪游客伫咧遮远远看日本的富士山，也毋过安怎看就是无粗管雪，也就是山顶予雪砍掉的情形。游客会遮尔期待，是因为富士山的粗管雪平均拢是伫咧10月初2左右，也毋过即马都已经11月啊，山顶也是光影影，最近创130年来上坏粗管雪纪录。 因为自1894年开始，日本就记录粗管雪时间，上早是2008年8月初9，上晚是1955年甲2016年的10月26。 日本气象有部员讲，这可能甲气候变迁有关系。日本今年热天除了是有史以来上热，高温也阁一直冻到9月，所以甲冷空气冻掉的无法度挖过来落雪。即马11月初，富士山附近的温度预报差不多是12到19度左右。 It was obviously like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given like the weather and just like the overall vibe of it. But now it's like, I mean, I'm rocking up in t-shirt and shorts. Yeah. It kind of doesn't feel the same, so I'm kind of regretting wearing long pants. yeah. 美国夏威夷上悬的山毛纳基火山，雪已经连续落2天啊，已经有5公分深，或者看起来敢若仙境共款。虽然夏威夷是纬度较低的热带都市，算是副极地气候，不过毛纳基火山海拔4207公尺，那水气把温度低就会落雪。 We are still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our winter season, so certainly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there is absolutely the chance for snow to fall on Mauna Kea. 气象学家讲，夏威夷的山北部个月拢落雪记录，就算伫6月热天，也可能因为一场大雷公雨，和温度降低，山顶逐渐落雪。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的资料显示，夏威夷历史上上低的温度是1979年5月17，伫毛纳基山顶所测到的摄氏零下11度。公司新闻沈乐培编写。